世界万行内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晴。这两天你有搁开始关心石油价格吗？川普赢了战斗，敢有赢战争？美国军人的头壳顶有限时的时钟，到底顶倒无顶倒，海峡会过也是未过？今仔日想的就是大家拢爱汽油、天然气，千万唔通卖富气。今仔日四位专家学者斗阵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中东专家，嘛是库德族裔的台湾人柯显德。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基，大家平安。那么第三位是军事专家朱国宏，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毕业政检小将易仲基。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咱就先来关心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的市中心，有真侪大使馆的高度安全区。有一间饭店昨仔受到无人机的攻击，美国驻着巴格达的大使馆透早受到2粒火箭弹的对准，启动了防空系统，成功阻止飞弹的攻击。目前无传出另外有人受伤的通报。另外，前进去到无人机攻击的迪拜的国际机场，已经有部分航班恢复正常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列区一间饭店16号无人机空袭，到9个乌烟直直窜去天顶。有安全官员表示，卡有刷色火箭向美国大使馆射去。列区是巴格达高度防务区，有美国使馆甲其他外交机构、国际组织甲政府的办公室，互伊朗看作是美国伫中东的据点。过去几天变作是攻击的目标。伊拉克安全部队当咧提悬列区的戒备，伊朗警告美国唔通伫伊的领土部署军队。They understand that those who drag them into this, war, can drag them into also a quagmire for them. 伊朗当天也向以色列射飞弹，以色列百姓已经是第7届收到伊朗飞弹的警报。虽然大部分拢好炸落来，也毋过飞弹的碎片可能落伫较市区的所在，扰乱人的日常生活。另外，也有不时来自黎巴嫩的攻击，尤其以色列北部是真紧张。תקיפה נוספת בלב טהרן, פגענו והשמדנו מרכז לפיתוח יכולות תקיפת לוויינים. מרכז שהיווה איום על נכסי החלל והלוויינות של ישראל ושל כל העולם. 因为中东的战争高度警戒的杜拜国际机场，目前已经渐渐开放部分的航班。昨日因为附近机场一座燃料槽互无人机攻击引起火灾，加载真紧就拍花，无伤亡的通报。根据各国官方的统计，这场战争目前已经伫伊朗造成上无1300个人死亡，黎巴嫩880个，以色列上无12个，也若美军也有13个人死亡。黎巴嫩有超过100万人有路无厝，占人口20%。公司新闻英文零翻译。其实咱看这新闻应该有3个面向，一个是军事上的，一个是经济上的，一个是国际政治上的。国际政治有的佫牵涉到川普家己国内的政治的情形所以咱今日邀请了4位就这3方面来讲一清楚。不过，即马大家上关心的就是这个送油、送天然气出来，这个 Hormuz 这个海峡到底是有人会当来护卫，还是讲这护卫成本伤悬？结果到呾为止，干那美国人通好去，美国人想讲无就归去，我调着底里玻璃的这个海军陆战队，来我来顶倒。这个顶倒可能性偌济，敢无遐简单？虽然我要先请这徐老师关于赫姆兹海峡。到底美国人有没有办法，或者他有没有必要去占领一个岛，不管是哈拉卡，或者是其他的岛，觉得这个战略意义有吗？那么代价有多高？我们其实也要讲到那个哈格岛那里，是在伊朗，我们在中东叫那个哈格岛，就是叫伊朗的经济的心脏。所以，对，都是这样子写的。我们是在写文章的时候，因为你碰那个地方，就是整个伊朗的经济会
就让它倒了停止了。对，会停止了。所以，我们如果回到近的历史上，就是两伊战争的时候，伊拉克跟伊朗有战争的时候，那个海上就是马上碰那第一个就个地方。拿这个，不是，他是攻击那个地方，所以美国一直说我们那个伊斯兰革命时候那个伊朗就是40年以前，那个时候美国一直想要打伊朗的时候，从那个控制这个岛，他觉得控制这个岛就是可以，伊朗吧，就是不需要把我们说它掐死。对，就是可以，他们说不需要派一个军队到伊朗去控制那个地方，你就那个可以打赢伊朗，所以在一直讨论那个东西。但是现在我们觉得，美国需不需要控制这个地方？需不需要？目前到现在，如果美国需要，他可能是为了打击中国而已，因为那边的岛的石油，全部90%以上会到是给中国的。给中国的，其他的国家附近的国家依然会用卡车去卖，因为伊朗是边界，就是跟其他的国家是巴基斯坦啊、阿富汗啊什么。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看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对，对。然后另外一个要讲的就是美国真的要控制这个地方吗？这个岛吗？我是觉得是有一点不可能的，因为在那边需要花一大堆那个费用在控制管理这个地方，因为你军队派去那边离伊朗非常近，伊朗一天到晚来弄你，对，一直都那个很便宜的无人机飞弹，对，无人机还有飞弹。很快就过来了。对，短距离的，就是很便宜的那种也会到那边，所以美国也是要花很多那个，就是要控制对，那个打压这些武器啊，就是拦截这些。我为什么这么问？就是说，其实美国要的就是这个赫姆兹海峡航道能够畅行无阻，让大家油价不要上升，它不要变成战争的罪人，是这样想吗？这个是有这个原因也在，但是主要的是，他就是是不是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目前到现在，有可能如果我觉得那些国家，中国那些国家，他们不要介入保护那个荷姆斯的海峡，有可能我觉得还是会考虑，美国会考虑这个地方要控制，因为就没有选择，没办法结束这个战争，对，结束这个战争，所以只好把他的心脏掐死。他也自己这样子说了，他说我目前没有这个计划，但是如果伊朗这样子继续，就是他也是没有选择了，他可能要做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他也知道，伊朗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取代这个岛，因为这个岛的地位就是，附近就是水很深，很大型的船可以停在那边。对，而且另外一个，伊朗国内就是，伊朗国内就是有管道，那个石油的管道，全部大部分的就是到那边附近，到那对，所以如果要改地方，也要改这个很难。对，然后地位的关系也找不到类似这样子的地位在那个伊朗附近了。哦，所以他也知道这个，他也知道美国是，对，没有那么容易的，对。是。林老师，如果那是对川普的思考来讲，我收到资讯，唔知对唔对？老师，你会当来纠正，就是讲，美国总统在发动战争，48点钟之内要通知国会，60天以内，无正当的理由，你就要离开当地，互你30天通通撤退，加起来90天。所以，伊即去拍伊拢，伊嘛唔是讲。无这个时间限制，还是讲无啊？我也无出门打我啊，我无离开你领土啊，我无时间限制，安尼想吗？这个美国这个参议院，阮也有投票啦，哈，这投票要限制这个川普伊的这个海外用兵啊，这对这伊朗但是因为这个参议院是这个共和党是掌控所以。民主党的这个提案无效，对这个川普来讲，伊那是无想要战长啦，我伫想，这战争怎么需要结束？看川普伊心内底所想的是怎么款的这个最终的这个 end state，
最终的情形啦，吼。伊安尼讲，有可能的情形就是讲战争，伊拢抑阁有法度，比如讲，差不多10%还是20%，伊的地下，伊的一寡即个军用的武器的系统共款。即个伊抑个伫的，啊，无遮尔济就对，啊，但是抑个有零星的一寡的反抗，还是报复，但是即个可能是已经是 end state， 就是讲你已经结束啊就对啊。即个伊朗，我咧想10档以上，伊无法度来威胁过去咱看几10档，即个中东其他的国家。咱讲来讲有一个3个 H 啊，哈，这个黎巴嫩 Hezbollah 就是真主党啦，好，啊，这个加沙、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好，啊，个这个也门 Houthis， 好，都完全这3个 H 的恐怖主义的组织啊，都是这伊朗来支持的，所以就是讲看去过去几10档内底，这个伊朗。以这个军事甲经济来支持这3个恐怖主义组织，来迫害中东，还是红海，还是波斯湾的一寡安全。所以老师，你他讲起来讲，伊10档之内可能无能力，佮通好做便当比赛啊。应该是安尼对。安尼咱会当一开口，我就讲，川普是赢了剑道，嘛有赢着战争，敢袂使安尼讲？因为战争也搁咧持续啊，哈，啊，即摆就唔知讲是即个伊朗啊，吼，那叫困兽犹斗啊。咱知影讲即个，人讲要杀人啊，吼，还是讲伊已经准备吼，要有全世界的经济的发展，啊，是即石油，吼，啊，天然气，伊完全都不顾一切的对啊，吼，啊，就原来是做歹讲啊，吼，所以对川普。上大威胁，唔惊这个中东地区，这个美军还是其他波斯湾国家的安全的问题，美国的国内这经济的问题，这个其中选举在未切啥的问题，啊，这个油价25%，吼，咱台湾抑个无遮济啦，吼，较少啦，吼，啊，这个是上大问题，做战争。爱以足短时间内底，不管是4礼拜、5礼拜，还是8礼拜内底，一定要结束。一定要结束。对，8礼拜要结束。应该是安尼。对。哦，安尼我来请教这军事专家朱格先生，那你来算，伊应该拍这个哈勒盖，还是拍这个大小托布，还是这海布萨？是。拍多几个较有效，还是讲袂使拍？这叮当落去吼，规拢倒火起来，应该是安怎用？即马看起来，伊要拍遮个岛屿，应该是有可能，因为伊海军陆战队啊，伊差不多2500人，伊要排过去。差不多要到啊呢。系啊，所以即几个岛安尼来占落来，应该是会使达成伊的目的啊。但是咱爱看讲。即马较多像主持人讲的，讲为这经济的角度来看，甲军事的角度，军事你要拍赢，啥物叫做赢？较多老师嘛讲，伊内底伊想的伊是要摕着石油，还是要拍落去安尼？系啊，控制权，还是安怎？但是大家爱想到，因为美国家己有产页岩油。所以即马这荷姆斯海峡，伊就敢若咱人的拿后共款，若是袂过，大家就会挖对头去美国买石油。所以美国伊即马看起来应该是经济部分，若是即马这个证书若是无法度结束，美国伊经济的部分伊是会有其他的收益。所以这是大家。可能要注意的所在，但是军事面顶，像这个哈尔克这个岛，伊面顶就像卡多亚老师讲的，因为波斯湾伊边啊这拢是山，伊无港，干那这个岛啊，伊边啊的深水，深水有港口，所以伊面顶伊进前敢若有防空飞弹尔，
所以伊咧保护啊，为以前像两伊战争到即马，大概拢是即个岛，大家拢是7寸啊，嘿啊，因为即个岛若是互拍着啊，伊朗伊这边的经济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每一个国家若是要甲伊朗有即个战事发生的，一定是去即个岛的附近，所以这是目前。但是他说徐老师他要讲，如果你来占领了，要维持的成本是真悬，敢会？这个岛离伊朗因本土25公里，其实炮要拍嘛是拍有啦，但是因为伊朗即马伊的军事的力量啊，拢互美国拍掉啊，所以伊敢若像游击队即款的，啊，所以你若是要但伊的政府来演掉，安尼是较困难，但是要占即个岛，其实是较简单的，安尼比起来。这个岛要来处理是较方便的、较简单，啊成本嘛较低。所以朱家先生，你认为讲有可能甲这电视，对啊，电视也互你经济放去，对啊，啊伊的石油拢为这边出来啊，啊所以即马眼前的问题就是你荷姆斯海峡，你要保护遮的船要通过的问题啊，但是以前嘛有做过，以前就这个。就进前两伊战争的时阵开始，啊，一直到波湾战争，美国甲其他的国家拢有护航舰队，其实这部分的保护其实毋是啥物问题，对啊。但是伊那会开嘴讲，恁遮各国都爱带老人来，是讲无，你嘛爱来参教一下哦。对，伊这就是国际的政治的问题啦，莫讲干那伊一个人，你咧拍啊，大家拢扭来嘿啊，安尼大家做伙来，安尼毋是伊家己一个责任啊。就拢是唔拿导游啊，唔拿兵刀啊，个导游，老师是安尼想吗？这个是符合这个川普的想法啦，吼，伊的想法就是讲，这个责任石油是恁咧用。啊，恁完全都无来奉献就对啊，吼！啊，大家都虽然讲是美国有这种能力，吼，但是这种能力，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 Ken， 吼，伊有经过川普，伊这个护航有足大的风险就对。伊讲只要有一个还是两个，一只就好啊，吼，啊一只顶悬有一个还是两个。啊，用这个一寡这个火箭弹来飞弹，食袂大呢。这个是足有可能，所以这川普啊，伊应该是要互其他使用者，日本啊、韩国啊、吼啊、英国啊、吼啊、法国啊，使用者应该爱来承担部分的一寡负担啦，吼。所以就是讲伊有那足失望了对啊，吼啊伊。阮也有法度用其他的方法啦，要安怎来处理这个代志？是，易将军，是，若是安尼想，因为这世界各国除了英国，小可较引者，其他拢无啥爱参与吼。但是就头柯老师讲的哦，讲这个哈尔卡顶头的石油90%拢去中国啊，所以传播毋才讲，你中国你要拜托，互大家会当安全航行。中国安怎想？其实美国对于迄个中东的迄个石油的依赖啊，伊进口才占3%到4%，啊，美国本身油是可以输出的，所以为川普第一任开始，美国的油家己有存欠起来，所以讲这表示讲美国唔是讲为着石油的问题。那头拄老师有讲吼，即马。伊朗的迄个石油啊，上重要的是去中国、印度，过来就是日本、韩国。啊，所以讲传播即届，你看伊讲，大家拢爱来联合巡弋、扫雷，确保荷姆斯之的这个航行的安全。伊个看出问题所在，因为即马基本上伊朗的军事的威胁对美国来讲，对以色列来讲已经处理掉啊。村内是，伊讲马赛克残余的这种指挥中心呐，迄个
构成无啥威胁，无啥物军事直接的威胁。不过上大的威胁，即卖是讲荷姆兹海峡若无办法安定，会影响到全世界的油价加经济的力量。所以美国伊讲真清楚啊，你中国有遮尔依赖伊朗的石油，你个爱派兵来；日本、韩国拢爱派兵来。哦，啊，这是啥？因为美国讲实在，伊知影讲荷姆兹吼，即卖就是要速战速决。头拄老实讲啊，伊本来是讲4礼拜个爱解决掉，啊，问题即卖爱到8礼拜。哦，啊，8礼拜要安怎快速的？处理就是讲，你其他的国家军事方面嘛爱入来。啊，美国咧，美国即届是安怎要甲迄个日本的30米陆军这个远征军哦，要部署过来。因为这个陆战队就是平常时都日本甲美国都要做铁拳啦、决心之龙，就是拢做夺岛演练的。会登陆的啦。对，啊，伊的陆战队叫做 EABO 啦，就是前进部署，就是在战火的威胁之下，以进行各种跳岛战争。所以头拄讲军事上，川普这个牌亮出来，就是表示伊准备要用一个陆战队要占领这些岛屿，因为最重要，你头拄讲啊，这个哈克尔岛，你其他的国家要有石油无石油，这个哈克岛。是关键的这个石油的咱讲运送的迄个港口，美国若掌握到，你打一个国家有油无油，美国讲争东省，就是伊有迄个决定权。头拄讲的头前迄个抑个3个荷姆兹上窄35公里的迄个大小通布啊，甲有大小通布啊，甲迄个阿布萨姆岛啊，这个是啥？这个是。要控制规个进出的战略要域，所以今嘛到迄个伊朗到顶管是有迄个反舰的飞弹、雷达的一些军事设施到顶管。啊，今嘛美国啊嘛要控制进出啊，一定爱占领，哦，一定爱占领这3个岛。所以唔该叫迄个陆战远征部队，伊这个专门咱讲滨海作战团专门拍这种。海岛的啦，假霸就单这对啦，就是单这伊嘛，他验证讲因新的编制之后，战力如何？啊，这后边嘛是台湾老代志，反夺岛目前应该爱入来，所以今嘛整个新的这个装备入来，啊，甲伊的无人载具作战的一种模式，那个跳岛战术，刚好可以在这个地方做验证。所以将军，你认为这真有可能？有，因为安那，因为这个伊朗吼拍边仔的国家。伊是要甲经济，要甲武啊扰乱的。啊，毋过你看，反作用就是，这海湾国家基本上拢颠倒支持美国爱强力的介入。无你看，美国若走了，因这国家爱面对一个伊朗，大家带你带。所以这个是美国已经看出来讲，你伊朗的吼战略错误就是讲，得失海湾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等于是提供美国。有这个用军事去占领、去维持这个区域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就用爱为这个荷姆兹啊，所以上希望荷姆兹会使稳定，会使紧的运流、紧的赚钱的，当然嘛是依赖美国有办法，爱第一时间占领这几个迄个，当然讲地理重要的这个 check point， 才有办法控制它整个河道。是。朱家先生吼，就军事来论军事吼，这一次美国的整个军事行动内面有啥物历史性的意义？譬如讲，他说易将军所讲，就是这规工好霸营营，就是要等要登岛，这可能是二战了后头一摆要来登岛，还是讲还佫有其他的意义？譬如讲，早起8点来攻击，吼，光头白日之下，我甲你讲武甲忙，还是啥物？还是讲无？即摆伊要来验证讲，我这整个荷姆海峡，我有当啊，甲你处理甲清清溜溜。其实即马看起来，要派海军陆战队入来，这是后来才想到的。哦，因为本来美国甲因的想法就是想讲，我用空军啊，安尼早早就处理掉啊。啊，但是因可能袂记哩一件代志，因这。伫伊朗因这伊斯兰教
因的世界内底啊，因是咧对抗美国甲以色列，因这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世界，因这是圣战、圣战。所以啊，因若是武甲安尼的时阵，伊就变做东西方的对决。所以伊这圣战的角度来看，所以美国才会想讲，伊要叫其他国家嘛斗参的，嘿，斗参的，啊，才袂武讲啊，干那阮拢是基督教的，咧拍你伊斯兰教的，啊，但是进前就是伊让伊去拍其他的海湾的国家，就武甲其他的国家拢徛伫美国遮，所以伊即马用圣战的角度来讲袂过。袂过。啊，但是美国即马就是，若是这时间搁拖落，啊，伊就爱叫愈侪国家来参，安尼伊的成本，啊，伊的风险，啊，搁有这文化上的即个感觉，较袂变做讲形象也歹啊，嘛不歹去啊，所以即马看起来军事上，伊这要派兵入来，这是伊无法度，伊已经行到遮，嘿啊，所以伊即马才出动其实慢啊。因为若是就开始，伊若是有要搁拍个安尼旧年年底的时阵，应该就爱准备啊。所以本来伊是无要准备即招的，即摆就是伊空军安尼拢炸了后，啊，伊即摆新的领导人嘛无出现，啊，拢密起来，可能死啊，啊嘛，大家拢毋知影，啊，所以伊即摆才会想讲啊。最后是毋是爱派部队入去来确定讲啊，即摆的情形是安怎？所以这是后来才想到的。后来才想到的，老师，如果若是后来才想到，这是毋是表示讲川普伊的决策其实是其意吐到倒位来想倒位，吐到倒位来想过，讲甲伊安尼有一盘大棋，然后落啊，即个敢若拍棋谱安尼，其实是无遐厉害。差不多过去差不多15日啦，吼，16日，咱知影就是讲，即个黎巴嫩有800个人，这是以色列甲这黎巴嫩这个政府党，吼，啊，伊拢内底差不多1600人啊，吼，死去的，吼。对川普来讲，美国人的性命更重要，美国人的性命是。军事战场到即马为止啊，吼，可能死去的人，也个比即个美国一个足大的枪战死去的人更较少啊。所以来讲，伊虽然讲是派即个海军陆战队、快速反应部队，吼，有即种准备啊，但是伊并唔是讲要去用即个地面部队直接正面的对决，这绝对唔是啊，因为对川普。还是对美国来讲，就是讲未再搁进入一个地面长久、长久的战争啊，哦，所以伊虽然讲有派这2500个人，吼，伊有足大的可能性啊，吼，当然是这个荷姆兹海峡是其中一种，吼，也是这要安怎去其他的作用啊，吼，也是一寡这个海军陆战队去这个。波斯湾的国家来保护一寡这个其他这个波斯湾国家的安全，吼，都有可能性。咱爱知影就是讲吼，伊绝对袂去拍一个长久的地面战争，吼，这是川普伊上大指导原则啊。所以按讲是安尼来讲吼，咱知影讲伊一定有一个特定军事的用途啊，吼啊。应该是摆渡，哦，唔是讲行到遐上到遐，也是讲后届抑阁有足侪征兵。我是认为这无什么可能，因为有人甲算讲，哇，这个移动你若要派兵，100万人，迄个陆面的部队要投入啊。对，这就是即马川普伊的想法，甲进前的总统无共款的所在，像以前在其顶世界。顶世纪的时阵，顶世纪的时阵，迄阵的美国的想法是讲，我是民主国家的头，我要每一个国家拢民主，爱甲我共款。啊，即马咱大家就看得出来，像委内瑞拉，伊敢若伊的嘿，掠起来，
啊，恁政府啊继续运作，啊，恁乖乖听我的话就会使啊。恁要安怎算，迄是你领导的代志，系啊，我袂代插。所以伊即摆看起来，伊咧做的代志嘛是伊让伊的政府伊无需要在伊规个兵盘安尼换掉换伊的人，所以伊要互伊继续安尼家己运作落去。伊拍的算盘是安尼。对，啊，伊就免去整啊。徐老师，刚刚大家在说的是说，川普心里头打的算盘，就是我就这样子，我在我军事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我也不要推翻你们，我知道要推翻你们也很麻烦，我也很麻烦，你们也很麻烦。那么也有许多的中东专家跟我们说你把它推翻了以后，反而整个伊朗会四分五裂，会是这样的情形吗？其实不要推翻政府，现在或者是要推翻政府都是很麻烦。对，然后如果现在这样子停下来，说我弄伊朗变成一个很弱的国家在那边，但是呢，我相信伊朗都会就是开始攻击是比较那个就是一直攻击，会一直下去，不是一直攻击附近的国家了，波湾国家。到什么程度？到是美国的军事在那边都会离开，或者是有一些公司跟美国有关，就是全部要到这样子离开。然后我相信这些波湾国家也会这样子做，他们会同意美国离开那边，因为他们是目前到现在也没有正式的，他们要参加这个战争，然后就是攻击到伊朗。所以你觉得湾区的国家其实态度还是很暧昧的？对，到现在是，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始我相信，大家那个中东的人就是很相信，伊朗会开始那个攻击，用地面部队攻击，然后伊拉克也会帮他，伊拉克的南部就是因为有那个很多政党支持，有很多 share 对，那个这几天呢，前天呢，昨天呢，美国打最多不是打伊朗，就打伊拉克这几天呢，攻击伊拉克。是以色列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对，现在是比较打的厉害，就是以色列打。现在美国在处理伊拉克的问题，因为有很多政党是攻击。现在科威特、土耳其的、沙烏地阿拉伯的被攻击的，大部分都是从伊拉克的攻击。从那边来的。对，所以地面部队的话，大家都相信也会变成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派的战争。什叶派跟逊尼派，哇，这个变成中东大战哦！那个是一定的了。如果发生地面部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伊拉克，我们知道那边伊拉克有2个军队，是不是？国家军队跟那个另外一个军队就是叫卫队，哈沙比是100%，这是从伊朗设计的在那边了，所以他们很会踢伊朗。为什么踢伊朗？是不是只有因为他们是伊朗支持他们？也是跟宗教有关系，跟派有关系，所以他们是不可能不参加跟伊朗。如果要帮忙，这样子像那个我们不是如果回到那个2014的时候，那个就是伊斯兰国的时候，伊斯兰国不是有些逊尼派的在有些地方去来介入 ISIS， 然后帮忙，是不是这个时候？所以这个仇怨是很久了。现在他因为伊朗一直在宣传，他说那个是。快要变成宗教的是美国，你有看到那个 Trump 礼拜的时候，很多基督教在旁边，他们就礼拜说我们希望那个伊朗打击，然后以色列一直提到宗教的问题，所以他们觉得是现在本来不是宗教的问题开始，可能会变成会转成宗教，很有机会的。所以地面部队的话，这样子另外一边，我相信很多也是从阿富汗什叶派的，然后巴基斯坦也可能会加入这个问题。哇，那所以要在这个问题产生之前，川普要赶快结束战争。然后你知道波湾国家了，波湾国家虽然是比较是经济的国家了，好的国家，在军队的部分是他们比较没有战争的经验，因为都是很安全的，大部分都是佣兵嘞。对，然后他们那些都是外国人在那边做。对呀。对，然后他们真的也不希望，因为他们已经那个国家发展的非常厉害。你们如果有去过那些波湾国家，
你觉得不是现在2026的时代了？你觉得？然后这样的国家，他们也不希望那个战争变很大，所以他们一直想要找一个问题啊，找一个解决的这个问题。赶快找一个点结束掉。对对，就是他们就想要这样子的，对，主任。是将军，如果呢照柯老师安尼讲，安尼川普应该爱赶紧，不管安怎如何，这个借口是不是水开无水开，应该收束，无安尼随着变做中东内面的谢甲顺尼两排大战，伊的他们两脚徛在内面，伊可能无法度收煞。其实我看代志，为别的角度来看，我唔是安尼看这件代志吼。其实西个甲迄个孙尼吼已经战争足久了。啊，其实孙尼是属于温和派啦，吼，以沙烏地阿拉伯为主的。这甲以色列的关系在大卫营协定、亚伯拉罕协议之后，其实拢已经是跟以色列改善关系。中东的曙光其实是可以看得到，但是关键在于。第七什叶派最激进，最这个我们讲就是说最大的势力就是伊朗。那美国现在跟以色列其实要处理伊朗的问题，不是头拄仔讲要甲伊整个推翻啥个，伊今晚要做的就是甲伊朗足以威胁到逊尼派全世界和平安定的核武，个另外就是讲伊的军事实力。所以你看，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聚焦都在摧毁。伊的核设施、盖伊的军事的这个能力，要把它完全摧毁，让它不具备威胁。啊，你不然无武器，你若无核武，你个要避规你嘛无所在。无在掉。对，所以这个等于是把它的前牙拔掉。啊，另外唔是讲川普无要关伊朗，伊是要安怎？伊是希望类似委内瑞拉的一种代志，就是讲伊无爱改伊整个。领导层完全推翻，无伊要对新麦领导层里头找一个足以压住阵脚的这个代理人啊，这个代理人的一个前提，川普讲一定爱伊本身同意，想爱伊同意，就是爱听美国的，就敢若今麦伊个委内瑞拉副总统同款，对吧？完全是会配合美国啊，这个问题才有办法解决，这个错综复杂然后可能引发了后续的这个问题。你若讲，川普有影敢要修理，还是要消灭这什叶派一个历史将，佮甲迄个库德族的迄个势力引进来就好啊。不过，会造成很大的伤亡，嘛不是川普伊个政府愿意看到。伊即马做的就是讲，只要伊达到这个目的，头拄老实讲啊，8礼拜，我感觉伊嘛是上尾的点来。只要一达到军事摧毁伊朗目标，伊随时可以撤退，这不是问题。因为日外出来，这拢是美国家己决定，伊的军力有绝对的碾压。那有办法讲确定讲，他再也没有核武发展的机会。我想军事目标达成。所以伊将军，你的意思是讲，其实这个荷姆斯海峡的安全不是问题，只要8礼拜到8礼拜停。美军完全离开，这荷姆斯海峡就自然就无代志。还有一个前提，你看以色列今麦在做啥？伊都要趁身要甲迄个真主党的所有的恐怖组织的势力，趁着美国的军力到遮，伊爱先改做手段，爱办起来。安尼个有可能讲有迄个和平啦。伊若遮恐怖组织继续存伫，伊朗在每一个国家，各有迄个一个影响力，一个军事的一个破坏力量，伊个无达到目标，所以头拄讲军事的一个拔牙，包括甲伊辅佐的这3个老师讲的 Hezbollah、Hamas 甲胡西，这个拢爱甲处理掉，至少要甲伊的军事的一个威胁，爱甲降到最低，打击到完全没有作怪的或者是威胁其他国家的这个。这个目标，那我相信，以美国、以色列现在，以色列为什么打得那么积极，打那么凶？他也是知道美国随时战内那个日期一截止，他就会退。对啊，所以你看那个川普也讲啊，再给以色列1个礼拜的时间去处理那一些恐怖组织的
这些恶势力的问题，这嘛是彼此之间已经有某种默契啊，对，是。那朱个先生，你安怎看讲，这个军事行动，有的人拢笑讲，美国你将归买，你也是真正哦，拍你就让杠招人啦。其实敢是安尼想？美军伊若是拍了，伊嘛袂离开，因为即马美军派过去，敢若航空母舰战斗群2机，搁有一个迪利波里号这2栖登陆的这船团尔。所以美军本来就伫波斯湾，有像伫这个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家拢有美军，所以伊本来就是到一个程度，伊就会划停。但是伊划停了后，美军嘛是搁会留伫遐。但是卡在讲，伊本来美国可能有找讲若是我打其他哈米尼遮拢处理掉，想要起来，结果讲一个笑话，这以色列这落手伤重本来准备4批的人后来美军才发现讲，拢互以色列拢处理掉，即摆拢找无人，所以即摆较麻烦的就是美国本来想讲有一个新的政权会使起来，但是即摆是连要起来的人即摆拢无所以即摆的问题就是伊朗的内部，因为伊神学政权的关系，所以伊的这宗教的问题，因的势力较悬所以伊革命卫队拢听宗教这边的，伊毋是一般的部队，所以照这个情形，这宗教的问题要来处理的难度是较悬。那想要一个问题就是，因的无人机时不时就走来，咱睇新闻就看，时不时的。伊即马无人机搁有生产的能力，而且搁有攻击的能力，还是讲无啦？敢若破船剩3寸钉尔。伊即马先讲伊的飞弹，伊减少减9成，无人机伊即马是减7成，就是咱逐工看到的这数量有飞出来，所以美国甲其他国家即马拢咧拍，大家拢合作。联合起来，来做这反制的防空任务，所以这部分的伤害会愈来愈少，因为即摆是咧修正所以伊后壁的工厂遮美国拢大概处理掉所以伊可能即摆就是仓库有的，就摕出来用摕出来用所以即批安尼拍了后，伊减少的数量其实减足紧的所以。当然啦，大家看影片拢看到讲真个多去互拍到，一定有漏网之鱼啦。但是你讲要影响全面的，迄无可能那中国有可能甲军援无？有可能。所以即马美国因拢会咧看中国的船，是安怎要行倒一条路去伊朗遐去来支援。所以美国才会一直咧打中国讲，你爱较乖咧。所以。其实咱即马看讲，咱台湾陆军因的飞机、战斗机进程，即马较少。其实大部分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压力，搁有中国伊内部的压力，所以伊的飞机即马较少。所以较毋是讲即马无油，是安怎的问题？毋是无油啦但这2天我走出来熟啦。对这2天我走出来，林老师，那安尼看中国是毋是会来援助，而且会牵涉到外岛，川普要去到中国，见到这个习近平，可能会推杀到较后面。这个川普伊已经有讲到，就是讲伊要。然后差不多1个月来访问这个中国伊讲以前虽然讲是这个英国这个《金融时报》事先有报道啦，报道来讲可能也延后差不多报道之后马上就是讲差不多1个月延后1个月。对川普来讲这个中国的立场足重要。中国袂再阁提供这个伊朗军事的武器，也是有法度互伊朗这个政权阁继续像过去同款
所以唔惊即个美国对中国较早互伊朗买石油，还是即个华为送什么物件去伊朗，即个孟晚舟都是因为即种情形以加拿大被羁押然后经过一冬外甲来释放所以对美国来讲就是讲介重要，虽然讲是即个延后1个月啊，但是要求北京要求习近平咧共款，你爱做到，因为中国都安尼讲嘛，全球发展的倡议伊要做全球治理倡议的领导者怎么全球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大家都无石油，石油的价值足悬你中国这战备储油是全世界上悬的，要求其他国家来释放战备石油的存量。美国安尼做，日本有讲伊要安尼做，欧洲联盟有那共款，有这种的承诺就对，但是中国都点点嘛，中国唔惊一点点，而且对中国石化，因上大的这个中石化，这个石油公司啊，伊讲伊要来动用这个战备储油，国家本来是没有允许的对中国伊即届内底虽然讲是咱知影讲这石油有受到影响但是原来是有另外一点伊的优势即马当个宣传讲新能源汽车足重要你无石油，但是你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你其他国家因为欧洲的国家你会当考虑所以就是中国加这个美国两个是足大的国家但是这个伊朗的立场是完全无共款中国会当来帮赞这个伊朗，第一是外交的声明不管你国际的组织还是这个因为今年的上半年有这个中国加这个阿拉伯的这个高峰会因为那是做歹做就对啦因为这个阿拉伯的国家有足侪是被这个伊朗来攻击的所以中国就是讲到今嘛为止讲的比做的较侪都干他嘴在讲是。刚刚我们跟其他3位老师谈到的就是中国的角色。中国在这一次的这个战争里头，他其实说的比较多，做的比较少。就你的理解，中国实际上对于伊朗的军事援助，以我收集到的资料，其实俄罗斯对于伊朗的援助好像是比较多，还是？你有别的资讯可以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这第一个，这会影响到中国对待伊朗的态度，也中国会对待跟美国的态度。我是觉得，如果你要给中国选，是他会选伊朗，或者是选美国，一定会选伊朗。对，就是因为现在伊朗就是这个战争里面，你知道他好像你们也提到那个有些报道。他现在他说我会让那个，石油的船会经过那边，但是要用那个人民币用那个卖石油，或者是不可以用美金交易。对，这个是也可以做到他如果因为现在昨天跟前天，就是很多船就是巴基斯坦、印度的都过了，对，都过了，都是他们有跟伊朗联络才过。所以现在以后都如果有联络，是说我们会用人民币，它可以让，所以这个动作是会让中国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了。然后这个部分，我觉得，中国现在的部分，他想要，我是觉得最想要的是把这个战争快结束了，不是说我会派去军队会帮伊朗，或者是帮你撑久一点，或者是帮美国。我觉得完全不可能会加入这个战争，是支持他还是这个？他想要这个问题是处理，但是如果战争也存在，他对中国是我觉得不会大的威胁，因为伊朗我觉得不会攻击这些船会经过那个
他如果用人民币，因为那个是现在伊朗他知道是俄罗斯不算是现在变成一个好朋友了，因为这俄罗斯对那个战争是蛮。现在结果有看到，他是嘴巴说的多，没有在动作。而且因为最大的利益拿到的很多，就是没有被经济制裁，现在可以卖石油给印度啊这些其他的国家。俄罗斯得到这个，他知道，他现在我看每天看那个国内的伊朗的媒体，每天在讲中国，他说我们会对这个中国用人民币，然后中国帮我们的死掉的人，不是有很多家庭死掉的吗？那个中国帮我们帮忙，然后他也有帮忙啊，然后他说我们不会忘记了这个，然后以后怎么样跟中国怎么样，所以一直我很少我每天看那边的新闻，很少看到那个俄罗斯的新闻，因为他知道俄罗斯现在也在忙，而且我们觉得是俄罗斯现在也算是有放弃他了，我们看到这是讲话。就反对这个战争不能这样，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是实际的运动。以前我们看到在打乌克兰的时候，不是常常会无人机会给俄罗斯吗？打那个乌克兰吗？伊朗有吗？但是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明显的动作，对，没有看到，所以他觉得现在我觉得伊朗对他的媒体来说，他觉得现在唯一的一个朋友就是中国而已。到现在，他这样子说，他说附近的国家，连巴基斯坦、印度，他有提到了。最近，他说都没有，我们看到都没有是觉得是他们是真的我们的朋友。所以那安尼算起来，余将军，你然认为讲，其实这摆战争对中国来讲，伊是赚一下脆水啊，而且还佫赚到这友谊，以后可能还佫较稳当当啊。不止安尼尔啦，你看伊个伊朗的外交部长。嘛，对外伊个承认讲，伊朗甲中国、甲俄罗斯一直有秘密的军事的合作。啊，最近咱嘛看到讲，忽然间伊朗的迄种不管是伊个尼斯导弹，还是伊个法塔导弹，似乎啊都很精准的击中美军的基地的这个准确的位置啊，这个是。中国啊，有可能啊，透过一个北斗的一个卫星的讯号，还是伊个815的一个情报征收船，提供美军的这个动态的这一些方位坐标，有可能达成。啊，另外新闻嘛报道，中国的一个国防的电光14研究所的科技人员。这个是专门负责一个雷达这个像伊个伊朗有买中国上先进的 J-27，要对付隐形战机的。伊的科研人员嘛是到这届一个军事的行动内底，听讲是将近有30个被美军这个整个导弹这个。摧毁，完全这个被击杀。那这一些，再包括就是说，咱头都要讲哈尔克，想要讲哈尔克遐尼重要，伊到顶管是伊的经济命脉，你家想伊的武器包括雷达、反舰个防空的所有的设备拢到顶管，所以嘛有讲，虽然表面上讲C302的反舰飞弹中国的，那个是鹰击。12出售版呢，其实已经是部署在哈尔克，所以讲这个美国想拿一点爱先消灭的一个哈克岛上面的军事设施，问题嘛是伊要维持荷姆兹海峡的安全呐，一定爱把这个武器系统先处理掉。这嘛是咱讲中国甲伊朗的这个军事的合作关系一直拢存在嘛，这。伊朗嘛，伊个外交部长嘛承认，咱看遐武器系统一直入去，中国嘛一直伫吹嘘讲有遮个双方的军事的合作关系，所以讲自伊个战争开始，中国的背后的一种影响力一直都支持伊朗啦，无可能讲，这嘛是讲是安怎讲，
对伊个美国啊，原先认为4礼拜有办法处理掉，结果才发现讲哦，足侪军事的迄种先进的迄种黑科技哦，因进前无评估到。啊，那安尼朱家先生，伊这敢有甲斩掉，而且春风吹又生，佫开始会当，佫开始活起来，敢有法度？即马伊朗的研究机构大部分拢互美军嘿啊摧毁啊，所以看起来足困难。但进前伊有买真侪俄罗斯甲罗西亚甲中国的物件，对啊，但是无真侪啦，无真济。嘿。啊，中国啦，过来甲军援，敢有法度？